早晨，歡迎大家返到嚟讀書會嘅環節。今日想同大家介紹一本書，書名係《別踩過界：為人際設健康界限，走出自我批判囚牢，活出自己》。作者係吳崇恩，佢係一位香港嘅臨床心理學家，同時亦都係香港首位資深嘅肌毛治療師。喺書入邊呢，佢透過30個臨床嘅個案嚟去分析翻邊界感嘅問題啦，從而點樣去幫助唔同嘅患者去拎翻佢哋人生嘅主控權，走出唔同被囚禁嘅課題。老師，呢位同學過咗界啊？唔知大家對於呢句説話會唔會似曾相識呢？其實界呢個字由我哋出世到我哋意識到我哋係一個獨立個體咧，已經開始存在㗎啦。係關於我哋點樣去建立自己獨立同埋完整嘅人格，由人際嘅內圈到外圈都識得去尊重自己同埋他人嘅表現。但係好可惜嘅係呢，由細到大喺華人嘅社會教育入邊都非常之少去提出人際界線、心理距離嘅教育。特別係香港嘅人口密度非常之高啦，人流非常之擁擠，由每日朝早6點到夜晚10點嘅交通工具都充滿咗唔同嘅人。就算我哋喺條街度行，我哋嘅衫袖啦或者手袋都會不其然咁樣同他人去擦肩而過。久而久之，會令到城市嘅人更加容易遺忘同埋忽視咗自己嘅邊界感。當我哋長期習慣界線模糊不清嘅認知之下呢，其實我哋會好容易產生焦慮，同埋冇辦法自由去表達自己嘅情緒。呢一種嘅心理狀態呢，都係唔健康嘅。邊界感嘅問題，我哋要追溯翻去到原生家庭，蔓延到我哋嘅成長同埋學習嘅環境，甚至乎去到面對職場社會呢，都非常之容易去碰壁或者受損嘅。呢啲種種嘅情況，其實都同我哋呢冇去設立同埋守護好人際健康嘅界線，冇搞清楚或者忽視咗個人嘅核心需要。嗱，其實理解界線呢係始於原生家庭㗎。書入邊呢提到一個事主，父母由細到大呢都習慣去侵犯自己嘅私隱。例如，久唔久呢會有信寄過嚟佢屋企，但係父母會喺毫無過問嘅情況之下打開事主嘅信件。當事主發現咗之後呢，係唔敢去違抗㗎，甚至乎覺得當佢去表達自己不滿嘅時候呢，係等於不孝㗎。當父母嘅情緒勒索長期呢，去令到事主有意識覺得係唔應該呢去表達自己，亦都令到事主喺長大之後進入親密關係嘅時候，即使受到霸凌虐待，但係總係呢唔能夠同對方去分開，更加覺得呢留低係會比較安全嘅。久而久之，事主呢已經習慣咗自我犧牲嚟去換取他人嘅認同同埋善待啦，令到佢失去咗人生嘅主控權，長久呢活喺自我批判嘅囚牢入邊。書入邊呢都提到，即使原生家庭或者冇去提供點樣去設立邊界嘅榜樣俾我哋去模仿，但係當我哋成長過後啦，其實透過覺察、學習同埋反覆思考，係可以令到我哋重建返個人嘅自尊感同埋人際嘅邊界嘅。同時咧，都透過自我情緒檢測同埋應對情緒嘅靜觀練習，都可以咧再度令我哋意識到我哋係一個完整而獨立嘅個體。唯有咧係擁有健康嘅邊界感，先會令我哋去收穫健康嘅人際關係同埋期望。書入邊咧有30個嘅個案咧，都好值得咧我哋去反思返。我哋係咪曾經都遇過相同嘅情況呢？無論係同朋友相處啦，同家人相處啦，甚至乎咧喺職場社會嘅時候，面對一啲情況呢，我哋唔識得去應對。關於邊界感嘅問題，我哋點樣去處理呢？如果咧你喺人際關係入邊，經常性都感到不知所措、勞累過度、唔舒服、怨恨同埋焦慮呢，咁可能就係你喺人際關係入邊嘅界限感呢冇做得好啦。嗱，如果咧你曾經都有被踩過界唔愉快嘅經歷呢，都不妨留言或者私信我哋屬於你獨特嘅故事。我哋今日嘅分享呢就去到呢度啦，多謝各位。